喺先前嘅农民力转型，我哋有设计过日本嘅绿灯笼计划，所以店家嘅食材由一般国家如系用国产嘅，如是得申请调绿灯笼。6年前，台中市新沙区农会同休闲农场传堂也向日本鼓励业者多用菜体安全食材，只要有2、3国家系用农会认证嘅自然部菜体食材，如是得提点问候调一个调菜色的紫凤茶。米家用2、3，如果加一粒生呢？不过2年下来，市场乃唔多好嘅哟。向下来认识新沙嘅紫凤茶安全食材计划。打造向上嘅店业，行业式传染度，扎嘅一扎又一扎嘅熊猫花一条，准批宽转传堂。这都是我们的莴苣，好，然后有香茅，这边有虾夷葱、迷迭香。传堂调解药，就像广电不卡保健药，只能菜叶以因广电菜名嘅，有分人体太叶菜叶，一种嘅780种嘅香草嘅植物，也调做做菜用嘅。乡村里面啊，怎么跟都市的餐厅做区隔？唯一的差别，我觉得就是离田的这个公里数很近，田就在我的餐厅旁边。那所以说，新鲜的到田里面去摘采，然后上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概念。传堂处理菜叶冇到100公尺，台中市新沙一节法式传堂，主用当地嘅食材作为主要特色。当初为一样嘅想法，chẳng只係唔想要用糟蹋的香草植物来做料理。最早我是常常觉得，哎呀，怎么找不到我要的东西，都是干燥的。那后来想，那这些香草我是可不可以自己种？都有种子嘛，就尝试着自己种，然后自己种，觉得这个一方面成本又低，另一方面又新鲜，然后就越种越多种。当然冇辦法，所有嘅食材都自家來做。不過業者係想辦法，啲前沙體貼富圈嘅以前食材，還靠為啲吹等等個強調食材嘅體味嘅特性。比方说我们的菇类一定是用新色，我觉得现在的客人他如果你能够有一些产地名他会觉得这个是更有保障，更像这种所谓的产销履历这样子的过程，那客人会觉得你这里的食材他吃得更安心，更有保障。創一件法式巡塔，用菜貼安全食材嘅做法，2年來開始啲前沙體企推廣，也係建議美食人建入閘，加入一項計劃，為日本消費者做得更加簡單嘅分別，更加學日本嘅綠燈籠計劃，在店都用20%以上嘅菜貼安全食材，做啲門口嘅紫鳳茶下杯，吊定1粒生嘅，味道20%就加1粒生嘅。它的那邊有那個星星星星掛得越多，表示它用當地的食材越多，而且它的這個農藥是沒有農藥的問題所以讓消費者能夠看到之後更安心。目前我們新設的店家目前60幾家它有在用的已經有超過3000塊，要一半了。我們是有每年農會都有來評鑑為日本消費者食到心安。業者也攞前沙農會合作，用農會出面來為食材來把關，來做天氣嘅檢測。因為人家有個資源譜嘅標章，基本上人哋部分攏無送相關的機關去驗證，冇問題嘅是將無發給人資源譜嘅標章，農會嘛就成立那個無毒一個簡單的一個把關有一個儀器，所以個安驗過摩托，安講過來本了安的景點。看看以後，看這要安怎處理，配合這樣使登記配合切菜。各間傳統業者因為透過採購以拜訪農民嘅時節，來了解生產嘅環境，大半夜時節來看下佢哋嘅生產方式。你看他農場的管理，你看他會不會東西這樣亂放亂堆，然後如果說他那個場地很雜亂，我相信他跟你說這個有機，你也不太相信現正合作嘅農民，但是係無托安全嘅生產方式，相對嘅生產成本較高，
副所自封查计划，每下被传统老农民，本业者在只老农民来买，所给的价是也比市场批发价还较高。像我们店里面，我们就跟农民全部的南瓜我们都收购，然后收购帮他们解决他们的行销的问题，然后他们也可以比市场卖给那个市场的批发，从那边能够我们这边跟他收购，那个价格更高，我们也更乐意去种植。因为价是变好的，农民还较愿意种，不过因能控制天时的因素，使一般农民都要直接供货本传统降价。中国无法问题内提供农产品，传统可能会面对无食材的问题。如果有气候的变化的时候，供应链会出问题，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赚钱就好，一定要在对方想在对方，不愿意出是有原因的，我们要考量到说它里面会不会 delay 掉。从业业每一件业者临时主文要融合优化生内瓜，店内出现量缺，品质就是唔係啱好。早上你也是早上慢的时阵，伊这种是有个金，像黄金的那个混啊，一点金金啊，现在就没有。现在没有啊。嘿。所以你就跟他讲说不行了。菜地食材無天出咗啲問題嘅供應，就事業要行較多嘅農民來傳統來參加，相互流通。不過無論業者也係農民都見過，生產嘅資訊唔拉透明，業者要賣菜地嘅食材，根本就係唔知要哪片錢。這條路走絕對是對的，可是呢，要全面落實，地方政府要出來主導整合，並不是商家在那邊東抓抓西抓抓，誰有東西，然後它的產期是在哪裡，誰有種，種什麼東西，那它的產期在什麼某個時段，讓那些所有的商家要使用，才有辦法使用。让各个不同产区的特色蔬果很清楚的可以被可以告知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消费者也好，或者是餐厅的同业也好，那因为有清楚的资讯的公布，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几月的时候这个是产区是产什么。除咗菜地農產資訊唔流通以外，人客對自封查認識也係當上鎖。有時節根本唔知店門口做乜一種自封查。你有沒有注意到它門口有一個紙風車？沒有哎。我不知道哎。你有看到外面的紙風車，它是什麼意思嗎？我想應該是在地的一些景點，它有用各種顏色，有紫色的啊、黃色啊，還有紅色，可能就是目前市政府有在推動一些觀光旅遊，那它用各種顏色來標示。民眾唔了解後背推背嘅意思，行客唔會主動依託要自封查嘅店家來消費，無謂消費者介意。自封查有也做得，冇也做得，有時節還標記快貼。剛開始做的時候，因為公部門的力量有進來，然後農會很積極在做。這種在做必須要讓消費者了解。他現在就是過了2-3年之後，因為畢竟我們的經費也有限嘛，所以在媒體上也沒有一直在曝光，所以這個就會慢慢的比較淡下來。多年來，用食菜貼、食當歸、食到安全作為出發點嘅自封查計劃，天天嘅本部分嘅前沙傳統業者改變嘅賣食材嘅方式，沙因因為將屬性唔大，無法本消費者但是認識自封查，我用嚟堅持下業，同時愛想更加多人啲消費嘅時節做更加好嘅選擇。喺前沙菜貼團體，我面對嘅考驗。